任何飞上枝头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男人呢，只是视觉动物，我只要 catch 他们的眼睛。Hello， 你有没有洗手？请问是康乐优小姐吗？你上个月就应该还款了。我手机。这个康乐又到处乱借钱了。你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我在路上往下跳。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我们一起长大了，你还会害羞哦？我认识了你，我就知道原来男生有分很多种。如果我说我喜欢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创啊你啊！我叫谁喜欢这辈子还得安呢？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亚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那你告诉我啊！放开我！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啊？只要你一点头，我随甲恁母提亲。告诉讲哦，假天若真正介意你，我会祝福恁啦。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中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关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国宝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我嘛真想要了解这个人是无顶的人。啊！对，你有要紧无？迄有走有动呢。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消息。总统蔡英文下早来到金门参加嘉陵头镇压70周年纪念活动，会后针对香港失联嫌疑犯陈同佳的案件有上新的看法。各位媒体朋友哦，关于这个案子哦，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在这个案子里面哦，加害人跟受害人都是香港的公民哦。那我们也一再的强调，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管辖权啊。但是既然这个香港的政府不愿意行使管辖权哦，替受害的香港人伸张正义的话，那这件事情就由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来处理啊。那我也要特别来说明啊，这个案子的凶手啊，已经是我们所通缉的对象。那么，所以他是一个受通缉的凶嫌哈，所以在这个案子啊，没有所谓的自由行的背包客的问题啊，只有逮捕，没有自首的问题哈。那另外我也要跟各位说明啊，那这几天有人说我们政府过于软弱，或者是说我不顾司法正义。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伸张司法正义，也在伸张我们的主权，这个就是国家的主权。好，那么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要求香港政府提供司法协助，尤其是相关重要事证的提供。好，那我们请香港政府不要回避这个事情，那么替香港人的正义啊，那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要求香港政府要负起这个责任。好，谢谢。好，谢谢。进一步特别赶紧带大家继续来关心香港失联嫌疑犯陈同佳下早关出来，面对媒体解问，伊嘛有上新的回应。我明白，因為我自己做咗啲無可挽救嘅錯事。為到佢哋帶嚟咗好大嘅傷痛痛苦。但後面冇推啊，腳唔係啊，我喐冇俾人推嘅。唔好推啊！小心啊！受責備過點㗎，所以我願意為咗自己嘅衝動，為咗自己犯下嘅錯事，自首
翻去台灣服刑受審，希望佢嘅家人能夠稍稍放下釋懷，為要表為佢能夠安息。另外，這方面來繼續關心，前總統馬英九昨昏過節帶政府，即馬陸委會會派檢察官，也有警察來到香港要來壓陳同佳。前總統馬英九今仔日又有上新的講法，伊講安尼是正確決定，咱做伙來聽馬英九上新的講法。他到轉彎了，雙重標準。好，慢慢一個一個講，一個一個講。雙重標準怎麼看？啊？真的會雙重標準，港府這邊沒有聲音。我想決定啊，能接受陳同佳來台投案，這是個正確的決定，符合我們的刑法的規定，也符合人道的原則。那麼現在香港方面昨天晚上又發了一個消息，他說我們的人不能到香港去押解。我想我們也不會容許其他國家的警察到台灣來押解，所以雙方應該是不在對方境內行使公權力的前提下相互合作，讓香港府呢幫助陳同佳在今天9點鐘釋放以後到台灣來，台灣要解除對他的入境的管制，他才能夠入境。在這種方法之下呢，他才有可能完成他投案的行動。那你被質疑是雙重標準，你怎麼看？說誰雙重標準？你被質疑是雙重標準，民進黨說你雙重標準，因為你昨天說到這個講到激動哭，他們說你之前對港府開槍都沒有聲音。像這樣無聊的批評我不回應。我看因為蔡政府好像就是不是為了選舉來大轉彎？大家彎。當然是啊，當然哪一件事情不是呢？你舉一件看看。好，謝謝。謝謝。結果下好，來，謝謝。另外，這方面繼續要來關心香港殺人嫌疑犯陳同佳下晝拐出來，伊講伊願意來到台灣投案，也毋過香港嘅政府講台灣應該愛取消陳同佳入境嘅管制。咱內政部部長徐國勇伊嘛講無拒絕陳同佳入境，伊會當日咧櫃台申請入境來到台灣。現場詳細嘅情形繼續連線記者吳品玲。桃竹案中，港嫌陳同佳今天上午已經出獄，並且親口表達想要來到台灣投案，但是傳出內政部已經對於陳同佳是採取入境管制。不過今天上午，內政部長徐國勇來到立法院時澄清，由於政府必須來掌握他的行蹤，因此只是對他進行註記，要禁止網接。如果他要來台灣的話，必須是要通過臨櫃申請。不過呢，他仍然是可以來到台灣的。但一聽一段稍後訪問。坐飛機的狀況的話，隨便電子簽哪一班飛機來都不知道的話，會不會有飛案的危險？他是個殺人犯，情緒各方面在飛機上會不會有這些飛案的危險？如果你坐飛機發現旁邊是坐一個殺人犯，你的感受是什麼？所以我們當然要掌握嘛，所以我們沒有拒絕他入境，我們是因為電子簽證基本上是屬於自由行，是觀光用的，他現在不是觀光客啊。怎麼可以讓他來自由簽證呢？縱然要自由簽證，我們也要掌握這些狀況啊。所以啊，狀況是這樣子，所以我們沒有拒絕入境。不過，徐國勇也被爆出在9月時曾與勸陳同佳投案的北京政協的牧師來見面，也被藍營很酸，根本就是中共代理人。就是那張名片一模一樣，它上面也沒有任何，它上面只有聖公會的秘書長。部長，今天隨時陳同佳都會來台，這方面的話，這個我們已經前線在處理的人啊，他們會依照狀況去處理啊。可是那時候他是說，那時候牧師來的時候是跟你講說，他要來台投案，這件事來台投案這件事情有跟陸委會講嗎？這個有關陳同佳的事情，我都 pass 給陸委會處理。可以聽到徐國勇強調，得知對方是有政協身份之後，也是立刻向陸委會來回報。而由於未來陳同佳的動向仍然不明，內政部警政署也是嚴擬對策，要嚴陣以待。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況，再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好，感謝品玲。進一步來關心台北市市長郭文哲，昨昏嘛針對到陳同佳的案件公開發聲，伊講人要投案，你就予伊投案。無想到昨昏尾仔嘛，帶政府3個部會做伙開記者會，要求香港和台灣的檢警去抓人。落尾郭文哲擱再更替帶政府，講是看報紙治國，中心思想就是民調。郭文哲在記時冇詳細的回應。最先跟你請教一下，跟陸委會其實早晚要派人去，但目前被香港拒絕。你怎麼看這2-3天以來蔡政府的一個轉彎？
那反正我都不，反正就是这样嘛。不然晚上那个call in节目要看什么，就让他们没有，这个就是典型的把司法当政治工具的。但是我也觉得没有办法，因为平常都会的，更何况现在总统大选要到了，所以一定会等于是小英政府跟大陆在过招嘛。所以说这个就看起来很有趣啊，就这样。所以你觉得是把夹弯吗？没有啦，我跟你讲哦，这个他说要建立一个，其实你问我的话啦，他的顺其自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好了嘛。常常就是要做政治使用啊，没办法。这个。可是你好像有认为说他们是看报纸。没有啦，这个看，常常是这样的。要是我的个性，你知道，民意专业价值嘛，有时候还是要价值嘛。我态度常常是依法行政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常常忍不住就是按照民调去调整，我觉得不需要的，是吧？有时候跟买股票一样，你知道吗？要是我的话，我还是宁可买长期的股票，不要每天在那里追涨追跌，太累了。会觉得很生气吗？之前他们才骂你没有中心思想，他们现在中心思想变成哇，你哪一台的怎么变这样？那你说依法行政，为什么把科长给拔掉了？我跟你讲哦，公务员要依法行政但是不可以依法不行政，更重要也不可以依法拖延，你知道吗？所以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当然有那个说像那个内湖5期的处理你要先寄个单子给他，然后再罚6万块，再等3个月，再寄第二张，再罚几万。我跟你讲如果常常是这样的，当然行政有裁量权的但是该做要做嘛。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要依法行政，但不是依法不行政，也不是依法拖延。这样怎么看实力有可能找实力有可能找林周明的法律？那个来，所以是这样嘛。我们常常我们还是有行政裁量权嘛。所以官员的任命都有行政，我们还是依法行政，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去做，我们不会说超过法律的范围。像你怎么看实力现在有可能找林周明要来当部分局？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每个人都会去，我想每个政党都会去按照他最大利益去争取人选嘛，这个蛮正常的。但他这个策略好像就是以科攻科。对。我也不觉得意外这个因为时代力量总是要争取它最大存活空间嘛。那他们希望吸收，也应该说他们希望吸收白色力量。其他社会消息，先带大家关心北投的关渡自然公园出现石雕大刀，2个嫌疑犯看准石雕放伫咧倒位，普通时无开放给大家参观，嘛无到监视地点眼。3更暝半，驶吊车甲上百公斤重的石雕搬走，一尊卖人1万块。警察无偌久，伫咧新北市八里区找到查拉货，2个嫌疑犯搁再牵拖讲是2个人因为拄关出来，找无头路，才会上工上芳。火车顶的在石头雕刻，逐件拢有成百公斤重，这其实拢是台北市北投关渡自然公园的财产，想袂到即马煞变做查拉的目标。被偷的这个石雕区呢，其实平常都是上锁，没有对外开放的。嫌犯疑似就是看准里头没有监视器，竟然就直接大喇喇的开着吊车到现场，把石像搬走。北投关渡自然公园这几个月，园区内底放进真侪石头雕刻，警方追查发现是本来拢因为窃盗罪封关的2个嫌犯，出来了后找无头路，就去偷搬公园内底石头雕刻。那7月偷摕8粒石珠，佮定伫半暝啊驶吊车，甲成百公斤重的石头雕刻载走，尾啊则佮用一件成万块的价售卖互八里的一间艺品店。毋过艺品店的头家煞地青，甲责任全部拢撒互5月已经过身的小弟，讲买的价售到打拢也未讲好势。在附近徘徊那经动保处人员发现以后进而报案。现场我们全部设了侦测照相机，只要任何人员进入我们的这个区域内，都会就是它自动拍照。这个红头搬的石头雕刻是北投关渡自然公园征收一部分土地了后，进前的石器公司转过去的财产，想袂到会变做查拉的目标。嫌犯红掠了后讲，这阵石商愈看愈生财生涯，感觉袂掉地当招财，才会来偷搬的。想袂到这回钱无赚到，佮颠倒红掠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台电外包工人伫咧万盈林道无细里步落去山坎卡，互人搁一届注意到塞车接人客来爬山的问题。这个所在本来是敢若互工程车出入，因为人车无人人，到爬山的人为了要省时间，开钱来坐车。林管处本地就有规定，落尾稳将解互爬山的人先行过管制站，搁再上车。无想到这届也是发生意外。想要挑战8月之一的6顺山甲七彩湖，爬山的人客来找包厢工人出钱来坐车，为的就是要来过万盈林道这一关。因为这个路段属于管制路线，只有工程用车会当出入9公里的所在，阁有设管制站来咧查。不过规定是管车无管人，所以有真侪爬山的山友拢会用这个方式来节省行路的时间。入口到36公里处，起码要经过4个小时。据报是登山客是从我们9公里管制站，然后走进去，然后走到10公里的地方，然后再由他的工程车再进去42K。千万唔通小看这项相机，因为伊的费用是一直起，要到30公里的所在，来回是2000到2800块。若想要进入42公里的路段，一抓就要3000块。虽然工人伫咧私底下来咧接人客，进前都捌互林管处发现来咧坑甲阻止，但是有政策就会有对策。司机解互山友先用行过管制站，再搁上车来坐。去年的时候初就开始一个人征收来回2800。那么我们也多次的劝导，依照我们来讲，我们是没有法则可以处罚。捌接过人客工人讲，一般大家对路拢是真熟悉，平常时接送的时间会控制伫咧早起8点到下晡5点之间，抢赚这个辛苦钱，造成同业来咧竞争，安怎嘛想袂到。如今传出暴露山谷的意外，嘛互管理的问题甲制度的空棚浮上顶面。记者综合报道。各欢喜到你，艰苦到我。新北市中和景安路一个12路口的店头，为了家己的方便，用花卡甲店的门卡口人行道规个箍起来，敢若留一条细条的路要互人过，来来去去实在真无方便。店头进一步解释，讲因为这过去捌发生严重的车祸，才会安尼做。也毋过这款的行为，警察讲已经严重违法啦。交叉路口车来来去去，行的人嘛真多，但是详细看，奇怪，哪伫咧人行道的路口摆10几个盆栽，直接来将路挡起来，敢若留一条小通道要互人经过。有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会没有路可以走，最好啊，叫他这个搬开，而且可能会造成危险。有民众伫咧面册铺文讲，伫咧新北市中和景安路顶面，有店家甲家己厝内的盆栽挡伫咧斑马线出入口，来甲头家反映，得到的态度说是支付无要无紧，逐工经过毋但爱来闪盆栽，搁爱来闪人，敢讲拢无法可管。走着走着，原本宽敞道路怎么被盆栽挡住一半？民众直呼好不方便，店家却有话要说。确实，那个是我的私人地，今嘛是阳光处。公务局城乡局要做起来，一次解决。正确，这个是我的私人地，还是公有地？过路人不方便，都是找我的麻烦。提出证明，讲家己无违法，讲是因为路口的车实在是真多，捌发生过车祸，才会放盆栽来咧自保。不过警方表示，这已经属于是公家的路，袂当将民众咧行的路来挡掉。目前已经开出限期轻度的通知单，就要伫咧规定的时间内底改善。就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第82条1项1款的规定。它是可以开罚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的罚款。我们在7天内会做复查，如果复查还是没有清掉，我们会会同环保局来把它做清运的这个动作。警方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因为家己的方便小贪软鸡蛋。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新北市一个有食毒前科的查甫人，驶黑色的保时路行车，插入咧邦桥文德国小附近巷仔底，伫咧食毒。过路人家饲喇叭，伊拢无咧扣，嘛无要刹车。顺路的警察一个经过，感觉怪怪无对同，打进前一个查，真是查到毒品。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张东来带咱了解。张东。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在路旁呢，你可以看到一台黑色的保时捷休旅车就这样停在路边，动也不动。那当时呢，一旁的轿车都对他按喇叭，但是里头的驾驶呢，却是持续的把车停在路边。那路人见状，实在觉得很奇怪哦，纷纷的就是按喇叭示警。不过呢，之后呢，警察巡逻经过的时候，发现这个驾驶在车上吃东西，而且一跟警方对到眼呢，眼神呆滞，神情紧张。远警呢，一进到车子里面一看呢，就发现副驾驶座呢是有毒品 K 他命，当场呢把他带回侦讯。那其实整个案件呢就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多，板桥的龙泉路附近，这辆黑色的保时捷休旅车呢就违停在路口。巡逻员警见状呢上前来查看，发现呢这个车上的驾驶呢眼神呆滞，而且一看到警方呢就非常的慌张，讲话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果真呢在车子的副驾驶座呢就发现毒品安非他命，将他依法带回警局进一步侦办。以上就是现场的详细情形，收耳先镜头交还棚内。多谢张董，赶紧带大家关心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香港失联的嫌疑犯陈同佳下早9点已经拐出来，公开表示讲伊愿意来到台湾接受审查。接来，咱的政府要安怎来处理？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有上新的讲法。关于陈同佳案，台湾政府一直就希望要对于这个案绝不容纵犯逍遥法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主张我们应该要赶快办。但香港人杀香港人，人在香港，香港政府从可及性、便利性应该要好好办。那我们也从没有放弃管辖权，所以我们也一直要求司法互助，只是过去香港政府不理不睬。那现在我们看香港政府好像要把它放出来，所以我们说不能让重犯爬照，不能让法律有空窗期。不过香港政府还是不理不睬，还是把重犯给放出来，这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希望香港让我们派警察过去把它押回来，不过香港政府也拒绝。那现在我们认为香港不办，台湾办，所以只要一入国门，我们一定抓起来；只要在我们国境，我们一定逮捕归案。在什么时机点的时候只是要成立这跨部会专案？我们很早就指示法务部、陆委会等相关部会成立专案小组，因应所有的情况。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政府处理事情始终态度如一，但因应各种情况，我们都会应对。比如，我们是认为香港人杀香港人，人在香港，被害人家属也在香港，香港应该办。我们也没有放弃司法管辖权，所以要求司法互助，我们来办。但香港政府起先是不理不睬，后来是态度疲变。但无论怎么样变，我们都有因应。谢谢大家。好，拄则咱听到就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上新的回应。另外，这方面同款是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高铁延长到东部上新的规划报告嘛已经出来。为南港到宜兰50公里的路途，那上高铁头尾敢若13分钟就会当到位，爱开955亿，比过去地铁南港到头城的计划加开300亿。专家嘛无共的看法，一人讲一样，无人讲亲像。详细情形，联手记者洪哲莹来才能了解。哲莹。好，主播各位观众，高铁东延有了新的进展，高铁延伸到宜兰初步可行性规划报告出炉，预估可以从南港开通高铁到宜兰，这样子大概50公里的路程哦，只需要短短13分钟就可以到达。那根据报告也规划了尖峰时间啊，每个小时可以发车12到15班的列车，预计就是可以运载1.4到1.8万的乘客。不过这个南港到宜兰计划的经费评估需要955亿元。
元。而过去交通部也有直铁方案，南港到头城经费约600亿元上下，只这个开发需要经过翡翠水库的集水区。下面来听一段稍早访问。觉得应该要看整个评估的报告的内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这个强调的是评估的方法跟评估的指标。那当然，这个北宜的不管是直铁或者是高铁，它的需求性是有的啊，但是它对于环境的冲击，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评估。因为我们这2条路线呢，基本上不管是直铁跟高铁，都会经过翡翠水库的周遭的地区。那水资源的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另外呢，地质的脆弱它要经过断层区。所以在工程的难易度里面也要仔细的来做评估。然后呢，我们到了宜兰站之后，宜兰站怎么样来转乘我们的东部的铁路，这个也是在营运上面必须要把可行性详细的去做评估。专家认为这个方案需要经过完整的评估，因为开发翡翠水库的集水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偏大，而且当地是算是断层的地形，也可能会造成工程上的困难。专家也建议需要这个开发这个高铁的经费是比直铁还要多的，那也要去评估是不是这个经费变多，效益也能跟着增加。那交通部呢也还在研议当中，未来整个评估出来后才能真正拍板定案。以上为你掌握了最新情况，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美主播。多谢谢因。另外，这方面继续要来关心，基隆市政府配合经济部来推设客家生理场省电的行动。今日搁再加压设第2波，采用网络登记的方式。申请的时间是为下晡1点半，一直到11月15下晡5点半。上尾伫新历11月25会公开来抽签。咱做伙来听基隆市政府公务处处长张元良详细的讲法。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话，我们会纯线上申请，就不会说民众还要来市政府这边排队等候。那电子化作业的部分，我们大概都测试过了，然后真的民众不知道要怎么申请的话，也可以电话询问，或是我们可以来公务处，我们有柜台，也会专人来协助。1、2级节能的冷暖气机、冰箱还有除湿机。那整个补助的上限的话，冷暖气机是3000，然后冰箱的部分也是3000，然后除湿机上一次非常热门的部分是2000，因为它有货物税的，财政部有货物税的补助，然后整个额度我们大概也把它降下来，因为之前第1波大概可以上限20公升可以到8000，我们大概现在都是每公升到200元，然后上限的部分就是10公升。搁再来关心时段愈搞无物件，哪有退化速度就愈慢。原来这是阳明大学气科医学院团队上新的研究嘛，正是讲步的功能和咱脑的退化这是有关系。研究团队进一步讲，少年家步物件时，假使若是哪食物件哪讲话，这是用感觉伫咧讲话，唔免思考。也毋过侪块人若是脑已经退化，用大脑代替小脑，食物件速度就会变较慢，食一嘴饭就要想半步才知要讲啥。若是搁哪食物件哪讲话，才会去砸到引起气管发炎的情形。研究团队针对超过到65岁时段进一步来研究，嘛发觉讲愈高步物件时段，哪有退化的速度就愈慢。搁再来看到拼新加坡的市场，农委会和新加坡出名超级市场做伙合作，为这个月20起，伫咧新加坡的超级市场设咱台湾农产品的专区，卖咱台湾拢总224项农产品的食品，也佫有台湾米、鱼酥、茶米。也毋过，毋若是拼外销尔，农委会嘛来到澳洲昆士兰，和在地农渔部签合作的备忘录，要甲20丛台湾的奶鸡场种伫咧澳洲的土地，以后就算是台湾的秋冬，共款会当伫咧澳洲种奶鸡。台湾的产品集中在这里。农委会去新加坡和出名超市合作，从20开始，伫咧超市内底来设置台湾农产品的专区，卖台湾224项的农产食品。无论是人真把水的台湾米，也是落后清甘的台湾茶米甲菜色果子，另外还有李咸四手啊、鱼酥，这拢总会当买到。去年我们总共有54亿美元，那已经创造20年来的佳绩。我们今年给我们的目标就是再增加10%。伫咧今年的1月到9月，台湾的农产品外销搁再来创新高，拢总有销170万吨，合台票是1292亿。
安尼比去年的同期成长有6%，特别是这个果子的出口额有达到49亿6遐济。除了外销真拼死，农委会嘛去这个澳洲的昆士兰，要来甲当地农渔部合作签契约，要甲20张完成检疫的台湾类基品种，甲种伫澳洲的土地顶悬。Raspberry 的奇异果，它的奇异果不是只有在纽西兰生产，它在全世界都有，但它最后打的就是纽西兰的这一个奇异果。我们的荔枝非常有可能，未来就是台湾的荔枝可以行销全球。因为这个南北半球的气候相对比，就算讲伫咱台湾秋冬的时阵，会当伫澳洲来种荔枝，未来包含这个往来塔马豆，嘛是拢有机会照这款的方式甲输出。望会当透过合作，提高台湾果子伫国际这个出名度。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伫新加坡，先来看到空中交通建筑师是各大科技公司商业烧钱的大战场。波音公司尽快会当直直飞去日本空中直直降落的自动驾驶电动飞行机。Uber 嘛计划后日会提供空中载人客服务。另外，英国甲无人机公司和德国的飞行机制造商做伙推测，制造那亲像是直升机的飞天电动计程车，昨昏已经伫咧新加坡滨海湾升起飞。伫新加坡滨海湾一台真型直升机的空中飞车伫天顶飞，刷落来各位40公尺高的天顶降落来。这台空中客运车伫新加坡头一届起飞，未来有可能会正做新加坡民众的交通工具。It's a real opportunity within the cities to either do it on waterways. Singapore's great for that. There's a lot of water. Integrated with other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on railway stations is something we work with a lot. 英国无人机公司甲德国飞行机生产商合作，设这台外形真型直升机的飞天电动客运车出来，用18个电动的普罗佩拉飞25分钟，就算无电，乘客嘛唔免烦恼，因为伊会自动降落来新港平台，乘客会当透过人面的系统来办理登机，未来会当伫滨海湾到圣淘沙，也是将机场到新加坡市中心中央坐到这种客运车。A single landing pad is expected to handle 10 to 15 flights per hour. 地球的人口愈来愈多，交通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空中交通的商机，全世界科技公司大家拢要抢。Uber 计划要开发电动空中客运车，未来提供空中载客服务。波音嘛开发自动驾驶电动飞行机，上近明年开始载人客。德国的5人座飞天车真型直升机，唔免跑道就会当起降。It takes off and lands vertically. It's fully electric. This is the Lilium Jet. 专家讲，空中客运车的市场伫2004年进前会有1.5兆的美金，超大票46条。不过，嘛有专家态度真保守，认为空中载客服务到2003年代才会较普遍，为咱人提供更加侪交通工具的新选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泰国，看到泰国修行的师傅，挖一半拢有伤过大块的问题。原来是因去甲人化验的时，常常食到卡路里伤过高，或者是加工食品，引起到体重愈来愈重，也有人得到慢性病。泰国政府鼓励出家人加运动，嘛可劝民众若要布施的时，观念嘛要小改一下。泰國有95%的人信佛教，定拢會當看到出家人沿路咧化緣，啊民眾嘛攏真大方，會互因一寡食的。I usually give them spicy dip and vegetables, but not oily food. And I won't give them sweet desserts because that will make them fat. 根據衛生單位調查，泰國全國34.9萬的出家人，大塊的比率有48%，比全國的查甫人大塊的比率39%，加要10%。有人認為是出家人愈食愈多，不過營養學家認為是化緣的時陣摕到卡路里真高，也是加工的食物。Many of them are obese or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knees. Some have diabetes and had their legs amputated, so they can't walk. 泰國的出家人會當食草的，不過過頭就唔食的概率是真嚴格。巴肚若枵，就干那會當啉汽水，也是能量飲料，結果顛倒互身體吸收糖分的速度更加緊。Kind of drink that is offered to monks has really changed. It is like soda, like sweetened beverage. 出家人定愛坐禪，運動無夠嘛是大概的原因。Monks should eat the right amount, not too much. Easy to digest food and exercis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為了改善大塊的問題，泰國政府鼓勵出家人用走路也是摒掃寺廟來減肥，避免身材愈來愈成魅力佛。記者綜合報道。
讲到运动，真侪人都会选择跳舞。为超级英雄红阿杜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小偷仔》上市了后真唱，其中伫咧坎马跳舞的场景，互规世界影迷大家拢看甲有够迷。即个伫咧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坎马，唱甲掠袂调，变做游客拍卡风景所在，嘛带动观光。即个所在会互人印象愈来愈好。过去一寡电影剧情同款嘛出现坎马，帮助剧情会当更较唱。One small thing. Yeah. When you bring me out, can you introduce me as Joker? 沃昆菲尼克斯治着怪笑病，以扮小偷仔为生，煞互社会来看袂起，所以性地变甲真怪癖，最后变做恐怖的杀人魔。电影《小偷仔》上演3个礼拜，全世界票房开红盘，票房有可能会突破300亿台票，变做是上袂做的限制级电影。经典的楼梯跳舞的一时间就来变红。Since the movie Joker opened, these 132 steps have become a tourist attraction, with movie f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ing here to walk or even dance their way down the Joker stair. 布隆克斯区长期以来犯罪不断，形象是真无好。但是自从电影《小偷仔》来上演了后，游客拢来咧看这个楼梯的风采，佮模仿电影内底小偷仔伫咧楼梯跳舞。He was going through some huge change, and it was like he is he's now realizing that he used to think his life is a tragedy, but no, it's actually a comedy. 电影内底的楼梯永远拢会变做是有名的景点，参像1973年经典的恐怖片《大法师》，处境的楼梯就伫咧华府西北方的桥一城、滨州费城艺术博物馆入口的72架石梯，嘛因为1976年的电影《洛基》一战成名。罗马上热的拍卡景点西班牙楼梯，嘛是1953年的电影《罗马假期》，查某明星奥地利赫本坐伫顶悬吃冰淇淋来逼红，但是因为游客拢来咧迫害，意大利政府只好制出禁止令，不准游客伫咧遮来坐，也是来食物件，用这个方式来保护这个世界遗产。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2天因为透东北风，伫咧花莲风飞所的情形真严重，县政府特别采工12000外的翠暗送给大家。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咱我加行李，你好练。你咧写后期计划嘛？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就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什么情形啊？你要讲好，不啊较好咧。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这个布局，你这个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真受不了这男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原来就是皮，嘛有人读做皮，这是咧讲人面的肉，或者是尻川皮、龟底肉的部分，像咱讲脆皮、尻川皮。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脆皮，也就是面起高骨的肉；第2个词尻川皮，这就是尻川的肉。带大家做伙来小解，用一句话来记咧，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的英语实在有够老，为脆皮讲到尻川皮，为面皮讲到骨脆，讲天又搁讲地。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皮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新竹一个农场的头家坚持自然的栽种法，办学生的体验活动，搁再来推广自然的教育。19年前，头家辞掉科技头路，转来才种田。本来伊拢啥物拢唔捌，开始种有机栽培，坚持无要用除草剂，无用杀虫剂，才农药，嘛会当疼惜这块土地。为5年前起，替公益团体来募款去温室。伊拢无创播教因做田的技术，互传统农业会当变做社会企业。菜园仔内底规片青片片，
各种的菜色伫日头光下平安的吸收养分，看到青翠，阁有生命力。你好，在做什么？挖洞。透早就来到农场吃，因当咧传这的菜栽的工课。老师说放几个？放一个。放一个，可不可以放2个？一个。同款的一句话，就爱讲咧几落摆。这的人唔是一般的农民，因有的是自闭症的患者，有的是唐氏症的人。这个农场它主要是训练型的农场，训练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他能够具备有工作的能力。这是新竹一间教养院家己经营的农场，从2014年开始，是已经做农20年的陈礼良来甲辅导成立的。之前就是情绪比较没有很平稳，然后去接触土啊，然后让他们认识种子，然后从小种子一直到采收，他们都有很大的喜悦。挽一大把家己种的红杏菜，大家面的顶悬拢看会到收成的欢喜。40岁的李秀英伫农场的表现足好的，目前已经转做正式的工作人员。觉得跟做一般工作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这边很闹，比较开心。对，很开心。农场内底有13个成员，平均一礼拜会当生产400斤的菜色，除了会当改善因的生活收入。更较重要的是，通掩硬因生命的勇气。生做真斯文的陈礼良，原本是一个科技业者，伫咧2000年的时阵，去拄撞到网络水泡化，从安尼归去转去乡里做农。虽然讲拄开始做沙无料啊梅，不过伊还是选择这个较歹做的有机农业。在菜苗取出来之后，这样抓住它。带学生来种菜，陈礼良已经连续5年举办农村体验营。我觉得教育非常重要，就说怎么样把这种环境保护啊，然后有机栽培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能够向下扎根。所以我们几年来一直不断的做很多像食农教育啊，然后透过营队的方式，那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农业它其实可以很好玩。这钓时的菜色拢是现慢现煮的。食到特别青甜，4天3暝活动，对这个产地到岛仔顶的全程体验，让囡仔通完全来倒入去大自然，会当更较缺少目睭前这的食食。每天都在大太阳底下工作，非常辛苦啊！真的，所以你以后回去之后会改变什么吗？会要珍惜食物，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农夫都会帮助我们，就是收割稻米啊，种稻啊。然后我觉得我在下次就是回阿公家的时候，也会帮阿公种菜。陈礼良用疼惜大地来做起地，让传统的农业嘛来承担社会责任，用变变创新的力量，深作良田，结出更较侪新的种子。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花莲来关心，这几天透东北风，花莲出海口规个出现风飞沙，规空气品质嘛拢影响到。关键句若是加派泉水车来泉水，较袂营业。另外，采工12000外的翠暗送予民众，也有校校的老师甲学生要来顾大家健康。挂翠暗上班上课，花莲的民众心内实在真烦恼，因为今若到10月，花莲出海口、甲溪啊、甲楼的所在，拢会有风飞沙，空气变歹，四界拢白茫茫，塞车视线无好，嘛无法度大喙来喘气。就是呼吸会不顺畅，然后又会引发气喘，有时候眼睛会感染，就是会红红的，感冒到现在还在气喘。县政府的人搬翠暗去新城乡甲秀南乡的学校邻里本，互大人囡仔会当挂。这回拢总买12000外的，要用因来守护民众的健康。我们除了请厂商加强这个就作业地的一个水田梯田的一个水覆盖以外，另外对这个附近的村民街道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加强洒水抑制扬尘的一个作业。另外，县政府嘛出动喷水车，针对有时间甲有在刷石的路加强来处理。各讲入物溪疏通的工程结束了后，会学台东避南溪水边产工法，控制溪仔边的风飞沙，想办法让空气变好。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有饭店找总铺西办古早味的板豆菜。怎么样，来不来？太危
时。他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让我较胜利，你好练。你要思考是计划嘛？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就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什么情形啊？会晓讲好，不啊较好诶。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这个布局，你这个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真受不了这男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插播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香港反盗犯条例代志，甲打也未收煞。到外国媒体报道讲，特首林郑月娥有可能提早予北京政府给换掉。这是英国《金融时报》有消息报道，讲中国大陆政府即马正在研究计划，伫咧明年3月进前会换掉林郑月娥，另外派一个临时的特首来领导香港政府，一直到2020年任期满。即马就有消息讲，特首换掉的计划，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点头就会开始做。临时特首可能的人选，有可能是前香港外汇基金管理局的副局长陈德霖，或者是前政务司，还有财政司的司长董英莲。报道嘛讲，反送中的示威头尾已经5个月，嘛已经互中共的政权看作是30年来上界大的挑战。北京政府希望讲，伫咧明年3月进前。人大会议会当赶紧来稳定香港的情势。搁再来关心，这是香港的杀人犯，也就是陈东家，今仔日下早拐出来，面对媒体甲伊问话，伊嘛一个回应。咱总会来听伊详细的讲法。我明白，因為我自己做咗啲無可挽救嘅錯事。為到佢哋帶嚟咗好大嘅傷痛痛苦。喺後邊冇推啊！腳唔係啊，我喐冇俾人推嘅。嘅內心，唔好推啊！小心啊！受責備過點㗎？所以我願意為咗自己嘅衝動，為咗自己犯下嘅錯事，自首翻去台灣服刑受審，希望佢嘅家人能夠稍放下釋懷，如果能夠安息。有冇嘢想同香港？所以有冇諗過，其實自己俾人利用咗啊？我另外係想多謝自己嘅屋企人，多謝我嘅爸爸媽媽。佢就算我犯下咗一個彌天大錯，都一直俾好多支持關懷我。對我不離不棄，我唔敢話可以報答佢哋，回報佢哋，但係我會記住佢哋對我嘅支持，對我嘅養育之恩。最後，對於社會，對於香港人，對唔住，希望各位嘅原諒，希望各位可以俾機會我重新做人，俾個機會我回報社會。有冇買過機票去台灣，諗住幾時去啊？你覺唔覺得自己變咗個政治籌碼？
覺得自己俾台灣同埋香港利用咗啊？你個認罪係咪自願㗎？係咪自願㗎？咪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中低個隔離。唉，支唔支持逃犯條例啊？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当我加行李，你后练。你咧死后死计划慢。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就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什么情形啊？会晓讲好，有我较好咧。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这个布局，你这个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真受不了这男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的奇怪，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生活是甜蜜》。知道你作品里面的女人最缺的是什么吗？他上前靠在李毅耳边说：“欲望。”李毅思索着，眨了眨眼。景文张大了眼睛。李毅搂着一个背部光裸的女人，他看见景文，立刻松手放开。景文眼里泛起泪光。10月26号，本周六下午1点到3点，《生活是甜蜜》口述影像版。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
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原声带活动，10月18号礼拜五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贴文，就有机会得到忠孝节义原声珍藏集，把国宝声音带回家哦。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当我较胜利，你好练。你咧死后死计划慢。无魂无体无路用，家己的宝就管袂着，搁想要管我？今晚什么情形啊？你阿讲好，不啊较好咧。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哪只可偶啊？你这个布局，你这个金灰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真受不了这男人。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个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生活是甜蜜》。知道你作品里面的女人最缺的是什么吗？他上前靠在李毅耳边说：“欲望。”李毅思索着，眨了眨眼。景文张大了眼睛。李毅搂着一个背部光裸的女人，他看见景文，立刻松手放开。景文眼里泛起泪光。10月26号，本周六下午1点到3点，《生活是甜蜜》口述影像版。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饭店找总铺师办古早味的板豆菜。因为古早味的板豆菜真够工，慢慢食团去。饭店推出经典的手路菜，有红牛、牛奶茶筋，也有秘诀金鸡，食食通拢特别爱这味。台湾的口味经典的料理，也有饭店把传统铁板牛排变做高级的饭店倒菜，推出这个卤肉饭的套餐，要把传统的好滋味变做招人客新出头。3罐红卤酒甲宰落，用大火来炒风仔鸡，油鼎内底炒到香香香，逼出这道正香的鸡酒香气。这就是传统的手路菜，秘制金鸡。甲猪脚筋甲铺甲金酥才紧的甲起鼎，才小可甲放互冷一下，才搁甲迄入去有传统老味的红牛奶粉泡在牛奶内底，等牛奶芳开烧甲饱的时阵，才搁来料理。这路就是强要消失去的台湾菜。红牛奶猪脚筋，到饭店找总铺师来，要来呈现这个古早味板豆的怀旧老滋味。它那个味道完全是保持住了，但是它把它比较精致化。以前的食材可能没有那么多，吃起来味道都很道地，真的跟以前那个30-40年前，大概40年前吧，那个感觉啦，那个菜出来的那个感觉跟以前是一样的。古早味是安实际上啦吼。伊迄个拍度一定要有够，这上重要吼。啊，过来就是讲，
来唔惊人食才会好食以外吼，你的酒的量迄落嘛无共款。甲即摆办道无共，遮主打的是古早味，用料实在佫澎湃，即个互人真少年的老滋味，互人学到甲会得志，嘛互各大饭店咱即个台湾味当咧施行。亲像君悦饭店，甲传统的台式铁板牛排、鸡排套餐，放上关卡的饭店桌顶，要来打造出有台湾味西餐开口的 feel。福阳饭店佫来杀出有卤肉味来斗打深坑臭豆腐的鸡仔煲，正讲台式料理来甲拼一个。即个台式口味会使讲是好食单调佫调滋味，无怪嘛正做饭店友人客的套头。记者综合报道。新闻上要来关心，今年5月，美国佛州海洋保育人员救一只受伤的野生海牛，经过这几个月真注心甲伊照顾了后，总算已经恢复健康。顶礼拜嘛顺时甲伊放登去大海。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岛新闻。怎么样，美不美？